我的好姐姐呀，那你一路劳累了，原来是焦躁不息。姐姐今日到来，那我吩咐下去，丫头。在，带我姐姐下去更换衣裳。是，周年夫人请我来。起。丫头，在，今日向我姐姐到此，你立当下去给我准备一番好酒好菜，我要与我姐姐同饮几杯。是，快去。
那美女风啊，比我家小姐人再好的几倍。要是赵娘公回来呀，把我家小姐冷落一遍，这怎么办呢？哎，不错，但我呀告诉我家老爷，叫他想个法子。老爷，老爷。